奶茶、餐冷面、燒鵝奶，餐冷面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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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半日直樹二，半日直樹，爭啲半日直樹二添過咗。黃子華。雙語情歌啊！五月天咯。周杰倫。結婚。東京。宅男。被暗戀好啲，唔係冇咁麻煩。暗戀人就暗戀人咪被暗戀，你唔知好啲啊嘛，冇咁多麻煩嘢啊嘛。睇上網電話上唔到網咯，係咯，因為電話冇電緊要啲啊嘛，所以上唔到網都冇所謂嘅，我電話上咯。賣剩 lady 開咯，賣剩 lady 開咯。連續3年入選商台嘅叱咤5大喜愛男歌手，我自己覺得好開心，但係亦都有個憂心嘅地方，就係覺得同自己同一啲嘢唔成正比啊！係咪我啲音樂都應該係要有同個人一樣咁樣嘅位置先至 make sense 啊？我係咁諗咯，我都希望啲歌受歡迎，我梗係希望自己啲作品攞獎多過自己攞獎嘅。我覺得呢樣嘢先至係合理咯，合情合理咯。想更加之進步嘅話，你話係唔係要有啲咩方法咧？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追落一隻歌度啦。呢隻歌點樣追法都係一個問題。我會覺得其實有時廣告好重要啦。喺唔同嘅平台見到你，周圍都見到。當你有一隻歌，如果大家都想谷呢隻歌嘅時候，就唔該呢隻歌係所有嘅地方都係同一時間宣傳緊你呢首歌。我講緊嘅宣傳唔係淨係只係話原來去一個地方唱2分鐘版或者係30秒版咁樣樣，跟住現場嗰幾個人聽過就算嗰啲咧，或者我嘅意思係即係唔再係一啲真係舊平台、舊模式嘅宣傳方法啦，可能都唔係話一定要搣走佢，即係可能都保留翻咁，但係要谷強一隻歌真係其實睇下會唔會有咁嘅資源投射到喺你度咯。如果拍劇真係可以換到獎 ，A 愛回家 ，B 賣剩 lady，C 唔知係咩 B 就算拍 B 冇獎攞都拍 B， 因為好睇真係好睇，因為黃子華咯，一句講晒就係因為有黃子華，我好中意嘅一個人物啦。佢所有嘅劇我都基本上99成我都睇晒㗎啦，真係有啲意思嘅，係黃子華一貫佢所見到嘅嘢。佢所抱不平嘅嘢，用佢一啲嘅即係演劇嘅一啲方法去演出嚟，話俾你知，佢見到好多嘅事，有時睇唔過眼，或者係我哋有時遺忘咗嘅一啲生活嘅習慣，係需要被提醒兼糾正嘅，係幾有趣同埋幾值得睇嘅。第一次演唱會係 Star Hall， 係嗰陣時係就係星光嘅演唱會，我係喺中間，跟住我自己離遠睇係覺得好似黃子華，大家可以揾翻出嚟，同埋我覺得。佢而家套劇裏邊，佢咪屋企成日有張好大嘅 poster 嘅，張 poster 好有型噶嘛，黃色面定係唔知咩色面咁樣。我揞住佢個，即係揞住佢下，揞住個嘴咧，係好似我嘅，係咯。我自己覺得幾好，可能我過多幾年或者10年就應該同佢一樣樣。